新聞有：壹傳媒董事會向保安局申請解凍資產，星期五決定蘋果係咪停運。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向黎智英頒發新聞自由獎，讚佢係新聞自由戰士。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增加食肆入座比率。歡迎準時收睇9點半蘋果新聞，我係謝興怡。好遺憾喺度同大家講，今晚會係最後一晚播出9點半蘋果新聞。我哋先睇睇有關蘋果日報嘅最新消息。母公司壹傳媒集團下晝開咗董事會，通過去信保安局申請解凍部分資產嚟出糧俾員工。至於蘋果嘅去向，董事會話星期五會再開會，決定會唔會停止運作。蘋果而家就嚟營運唔到啊，係咪你落嘅情況啊，林太？蘋果營運唔到，林太點睇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引用國安法，凍結3間同蘋果日報相關公司合共1800萬嘅資產。壹傳媒有限公司董事會星期一開會，大比數通過去信保安局申請要求解凍部分資產，避免因為欠薪而違法。董事會亦決定星期五再開會，到時會再決定蘋果會唔會停止運作。蘋果管理層下晝亦有同各部門開會，交代董事會決定，話如果星期五董事會決定蘋果停止運作嘅話，最快星期六凌晨就會停止更新網上新聞，同出埋最後一份蘋果日報。對於蘋果可能會喺幾日內停止運作，有唔少讀者都話好可惜。都冇辦法啦，唯有繼續支持啦，做到盡量做啦。我哋啲小市民都做唔到啲咩，咁會唔開心啦，冇選擇咯。即係如果蘋果日報停咗，其實你會唔會再轉去第一報章啊？我諗唔會睇其他噶啦，暫時唔會睇其他噶啦，都冇其他啱睇噶啦。嗱，即係我對政治咧就唔識，但係我淨係知道要有唔同嘅聲音。即係逢係咩就反對政府嘅就扼殺咁咯，好似而家咁，即係唔俾出聲，即係鬧任何政府不滿啊，咩宣示咩憤怒啊咩咁係咯。佢講到就直情買過成差唔多，好似話買蘋果日報都有機會。我唔怕，佢捉我咯，我唔驚㗎。我都可惜啊，即係點都係即係傳媒又少，即係有少個傳媒啦，即係會監察政府嚇。我會繼續支持蘋果日報嘅，一日有蘋果日報喺度，我一日都會買。同埋如果有啲咩行動即係之類啊，都會支持。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一宣布，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頒發2021年度伊菲爾新聞自由獎，讚揚黎智英係新聞自由戰士。委員會話，黎智英喺中共收緊對香港嘅控制之際，成為奮力維持新聞自由嘅代表。話黎智英即使受盡千方百計嘅打擊，仲極力爭取蘋果自由出版嘅權利，期望黎智英有一日可以親身領獎。本港今日新增3宗確診，都係由外地輸入，係連續第14日冇本地個案。政府公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增加食肆嘅入座比率，但就只限 C 區同 D 區。A、B 區嘅區域限制就冇變，其他好似宴會同宗教聚會都有人數放寬。今日係一個相當標誌性嘅日子嘅，因為今日我哋亦都冇任何嘅本地個案啊。換句話說咧，我哋已經係連續14天咧，喺香港係完全冇本地個案。呢一日終於都到啦！24號凌晨開始會推出新一輪嘅社交距離措施，限聚令同 A、B 類食肆限桌令都維持不變，放寬嘅就只有打咗針嘅人。食肆 C 區入座率可以增加至7成半，如果 D 區員工打齊針，等夠14日，每台人數放寬到上限12人，入座率全數開放。宗教聚會、冇食物供應嘅婚禮、周年會議、宴會嘅入座率可以提升到5成。如果2/3人打咗最少1針，仲可以全數開放到180人添。新社交措施會生效到7月7號。
佢話臨近7一有唔同慶祝活動或者座談會，不設飲食嘅都可以獲放寬措施。我喺呢度咧係必須重申，參考國際嘅經驗，如果係一刀切咁樣去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都好容易咧係會造成疫情嘅反彈嘅。咁希望各位市民呢係未接種疫苗嘅咧係盡快接種疫苗，令到香港咧可以回復常態。林鄭都強調限聚令唔係針對遊行，話逢星期六日都見到全港好多地方好多聚會，令佢好擔心咁話。睇睇台灣方面，疫情亦都放緩。今日新增75宗確診，全部係本土感染，係3級警戒實施之後單日個案首次唔過100宗。但係據了解，當局唔傾向將警戒一次過褪返落2級，建議微解封。台灣自上個月中提升防疫警戒到第3級後，計埋校正回歸嘅數字，每日新增幾百宗確診。近期確診數稍有回落，星期一公佈新增75宗確診，係3級警戒以嚟最低，但仍然多20人死亡，年齡由50幾至90幾歲。陳時中話：確診數下降，預計死亡數字都減少，叫大家唔好鬆懈，繼續做足防疫措施。那只是在這種低風險的區域，那可能會考慮某一些的一些要求的嚴格度，那強度會稍微低一點。因應各縣市仍然有高、中高風險地區，陳時中星期日話未考慮下調疫情警戒，但可以稍為放寬低風險地區嘅防疫強度。有台灣傳媒報道，行政院星期日開會傾，考慮逐步解封符合呢啲條件喺低風險地區內嘅場所，好似戲院、圖書館、展覽場館等等。但確診數較多嘅地區就未得。行政院回應話，當局評估緊情況。另外，截至星期一，全台有近155萬人接種過疫苗。當地自月中開打阿斯利康以嚟，傳出有80幾人接種後死亡，但要等調查後先確認同疫苗有冇直接關係啊。台灣駐香港辦事處7個官員尋日集體離開香港，返台灣，得返一個經濟部駐派官員留守到7月底。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批評香港矮化台灣，無理打壓，造成兩地關係倒退。Farewell 派散水餅，但如果係全部同事一齊走，都唔使派啦。講緊嘅係台灣駐港嘅經濟文化辦事處。辦事處8個職員因為唔肯簽一宗承諾書，港方拒絕續簽證，所以當中7人簽證到期，星期日已經返抵台灣，剩低一個留守到7月底。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星期一展示港方提出嘅承諾書。那他在第一條呢，他就寫說，在香港期間嚴格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香港基本法及香港法律不干涉香港內部的事務。本來各國這個駐外的使本必然都會遵守在地的這樣的一個法令。佢話本身台港交流就想撇開政治，定位喺經濟文化層次。過去港府都冇逼簽，直到18年7月首次提出，到今個月7號再發最後通牒，唔簽就要走。批評港府矮化台灣，違反11年互設辦事處嗰陣嘅協議。由星期一起調整駐港辦事處業務處理方式，維持必要運作。當中港人赴台居留維持不變，赴台停留可以喺網上搞。居留就要親身辦理。至於想去台灣讀書嘅港生，台灣方面會簡化招生程序，搞網上報名機制，亦會設立諮詢熱線。台灣喺香港4個辦事處，當中1間下個月完約之後唔會續租，但目前唔會叫台灣人唔好去香港，認為台港人民交流有助彼此了解。被問到點睇香港《蘋果日報》面臨關閉，邱太三話遺憾北京不斷打壓香港民主、新聞自由，台灣同國際都好關注啊。而家先休息一陣，返嚟會睇下。有大陸騙徒喺網上搞香港股交所，呃人俾7萬人仔掛牌。紅磡站新月台啟用後嘅第一個工作日，有唔少乘客話轉線安排混亂，指示唔清晰。想食美國 Prime 頂級牛頸脊？知你仲有好多嘢想買，嚟你的優惠平台就可以揾到全城至正嘅優惠。要移民一定要準備好，
資料搜集要揾得中，錢銀調動當然要精準，最重要了解屋企人睇法。Hi Kathy， 多謝契媽。想靠投資滾出一筆移民資金，蘋果財經全新節目《華爾街戰線》有我道星同大家追蹤美股，拆解契媽持倉，仲有我同大家解構環球經濟。每個美股交易日夜晚10:3，兩平台同步，同你備戰美股，開闢華爾街戰線。翻嚟新聞時間，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對好多大陸人嚟講仍然相當有吸引力㗎。我哋就發現有大陸騙徒喺網上設立一間所謂香港股交所，喺佢哋度掛牌只需要大約7萬人民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好可能因為種種因素而被削弱。但係正所謂爛船都有3根釘，有人靠住冒認香港金融機構嚟揾食。我哋發現最近有內地騙徒喺網上面設立咗香港股交所，話係獨立於港交所主板同創業板以外嘅私募市場，想吸引香港同內地公司喺交易所度掛牌，仲要聲稱喺國金2期有 office。我哋上呢個股交所網站睇過，用獅子山下歌詞嚟做宣傳，不停 loop 之餘，報稱喺國金嘅寫字樓亦都冇講到樓層。讀者 V 小姐就同我哋講，最近有內地朋友向佢兜售一間公司嘅原始股，而呢間公司就喺呢個股交所度掛牌。V 小姐就覺得股交所好可疑，入面有好多都係傳銷公司，提供買賣原始股平台。股交所亦都上載咗多間公司掛牌嘅公告，呢半年就有超過50間，有分3個版，睇個名係咪同上海嘅科創板有多少相似呢？做戲梗係要做足全套，先係專業演員嚟㗎嘛。網上唔難揾到有中國公司喺股交所敲鑼上市嘅影片，仲有埋掛牌代碼，真嘅一樣，吸引埋內媒報道添啊！我哋向股交所查詢過，掛牌費用只係需要7萬蚊人仔，幾乎冇財務要求咁滯。而我哋多次問可唔可以喺香港辦公室辦理掛牌，職員多番推搪，話要同北京推薦機構聯繫先得。而查冊之後亦發現根本冇所謂嘅國金2期寫字樓 HKEE Limited 嘅註冊地址係喺灣仔湖中大廈，由一個叫陳守華嘅人控制嘅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持有。呢個陳守華同時又揸住喺股交所掛牌嘅公司。至於 HKEE Limited 嘅代理人宏達企業服務，登記地址竟然係火炭工業大廈一個空置嘅劏房單位。我哋向港交所查詢有關呢個假貨股交所嘅睇法，截稿前就未有回應。今日係紅磡站新西鐵線月台啟用後第一個工作日，唔少乘客都認為新月台轉線嘅安排混亂，指示唔清晰，轉車都要比之前花更加長時間。屯馬線今個月27號通車，紅磡站新西鐵線月台嘅首個工作日順唔順利？朝早繁忙時段人流相當之多，但睇嚟大家都覺得新月台嘅轉線安排麻麻啦。唔好咯，我覺得唔好啊，太亂啦。其實琴日咧係行嗰度嘅，但係今日咧就全部 direct 晒嚟呢度。但係我覺得啲指示牌唔係話太清晰咁樣。好似唔清晰噶嘛，好亂噶嘛，指示牌好似冇乜。我覺得好驚訝、混亂，大家都好似好迷茫咁，令人好混淆。係。究竟啲指示有幾唔清晰，安排有幾混亂呢？睇下有幾多人問職員就知啦。如果東鐵線同西鐵線嘅乘客要搭另外一條線，或者要去隧道巴士站，都要再經月台行去大堂，搞到轉車仲耐過以前。而呢度原本有3個出閘位嘅，但設計得呢個位最快去到置富都會，得返1部出閘機，搞到出閘都要塞車啊！一個57歲從事金融業嘅男人，凌晨離開尖沙咀一間夜場嘅時候，俾2個男人用刀襲擊，割傷頸部。佢負傷揸車去伊利沙伯醫院求救，情況危殆，兇徒仍然在逃。57歲嘅金融男頭頸身多處中刀，之後自己揸車去 QE，
狂拍門口嘅警車求救，搶救後情況危殆。禮拜一凌晨2點幾，佢同個女仔 friend 喺尖東港蒸中心攞車嗰陣，據講有2個刀手突然跳車衝埋去，喺條腰度掹咗把皮帶扣刀斬佢。金融男跳上自己架白色凌志走人，個 friend 就留喺現場報警。差人趕到，執到把6寸長嘅皮帶扣刀同1串珠鏈，案件列傷人交俾油尖重案組跟。政府打算推翻醫生執業資格試制度，建議喺100大海外醫學院畢業嘅醫生可以免試註冊。但有喺美國學醫嘅醫生就話，讀名校都唔代表係好醫生㗎，認為讀100大就免試做法唔公平。政府推翻醫生執業資格試制度，建議畢業於100大海外醫學院嘅醫生可以免試註冊，只要獲公營機構聘請，攞到專科資格後做滿5年，獲評核表現滿意都可以申請。譬如一個香港畢業，即係醫學學生畢業，佢譬如話：我想去美國做醫生啊！咁美國唔會即刻話 OK， 你想嚟啊？咁你嚟啊！你哋全部人入晒嚟啊！唔係咁噶嘛，佢哋都要考試噶嘛，要考翻佢哋個試噶嘛。咁即係你入去人哋個國家嗰度咧，咁人哋就要你證明你係做得一個好醫生嘅喺佢哋個國家入邊。陸俊文2010年喺美國嘅醫學院畢業，仲攞埋當地嘅兒科專科資格。16年返香港都要再考翻個執業資格試，1年幾前 pass 咗，成為正式註冊醫生。陸教授話：海外學生揀大學嗰陣會考慮唔同嘅因素，包括地點、學費、獎學金、教學質素等等。譬如咩大學出名呢？係佢做研究做得幾好，唔係佢哋教書教得幾好，唔係佢即係培養一個醫學學生係幾好，呢個一啲都唔關係嘅。呢條政策就冇詳細交代評核醫生工作表現嘅具體準則同埋評核者身份。100大嘅醫學院名單亦都會隨時間改變，就算海外醫生都唔知佢哋第時仲使唔使考試。呢個政策亦都冇白紙黑字寫明將來會優先請本地科醫生，所以一班本地生都對政策抱持懷疑。有非本地嘅醫生嚟咗啦，咁其實個競爭會變得更加激烈啦，咁反而會令到我哋即係本地嘅畢業生係會得唔到一個 training post。繞過咗個醫委會啦，其實係有少少唔係好尊重個專業自主啦，一嚟，二嚟就有機會會引入咗一啲比較即係質素比較參差嘅醫生啦，咁呢樣嘢就我哋會擔心啦，就係可能會影響到我哋 patient 嘅權益咁樣啦。又話好難保證海外醫生了唔了解本地風土病同醫療系統問題，語言問題上都會難啲融入。佢哋認為呢個唔係唯一嘅辦法去解決香港醫療公私營失衡嘅問題，希望政府可以重啟公眾諮詢，聽下民意。國安法實施近1年，自由急速萎縮，令到數以萬計港人被逼離開真係好靚嘅香港。但係要喺異國重新開始都唔容易㗎。有英國傳媒就報道 ，BNO 簽證移民嘅港人求職以至租屋都遇到困難。被逼離開家園，到陌生地方展開新生活。英國《泰晤士報》分別訪問咗老中青3代，同樣因為香港政局而以 BNO 簽證移民英國嘅港人。簽證計劃推出頭2個月，已經有超過3萬幾宗申請，包括90後嘅護理系女學生。舊年11月，膽粗粗帶住2件行李就走到西南部嘅布里斯托，繼續讀埋個護理系學位。父母之後都飛過嚟一齊住。雖然鄰居好，空氣又好，但佢冇信貸記錄，租屋好麻煩。就算佢哋好有誠意，肯預繳1年租金，都有業主信唔過佢哋唔租。而喺香港做律師嘅60後都遇到同樣問題。佢老婆囡囡舊年先透過 LOTR 去英國，自己之後申請 BNO 簽證等審批。佢話當地租樓唔係咁直接，業主要經過一個租賃權程序，但當地人多數都唔了解 BNO 呢個新簽證，所以搞到好麻煩。而且天氣又濕又凍，同香港天氣完全唔同，都令老婆囡囡頹咗陣。不過好彩阿女好快已經適應到當地嘅生活，自己亦都會考律師資格轉換考試，喺當地繼續執業。
佢話知道已經冇回頭路，會全心全意投入英國嘅生活，唔奢望有一日可以返去香港。而喺香港做過地產嘅 Aragon 諗過移民日本、台灣或者澳洲，不過因為英國推出 BNO 簽證，最終選擇咗定居倫敦東部。佢話開銀行戶口、註冊家庭醫生呢啲嘢都唔係咩問題，最難係揾工，做唔返地產老本行，改行做店務助理，但就因為疫情封城又冇得撈。雖然當局投放超過4億港紙成立迎新中心支援港人，但 Aragon 覺得都係要靠自己同網上其他同路港人。報道提到佢特別要求將身份保密，擔心被當地中國人認出襲擊佢，仲驚會因為受訪俾香港警方同國安人員針對啊！最後睇埋天氣啦，預測聽日驟雨較多，氣溫介乎27至31度，隨後一兩日間中有大驟雨同雷暴。今晚9點半蘋果新聞嚟到呢度啦。由舊年10月5號啟播去到而家，多謝大家喺過去260個夜晚每一晚支持我哋。前路難行，祝願大家都平安。亦都希望即使少咗我哋呢個平台，香港嘅新聞工作者都可以繼續緊守崗位，捍衛真相。最後感謝咁多位主播、編輯同幕後編導同事嘅努力，喺蘋果成就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一個回應時代的任務。再次感謝各位觀眾嘅支持，香港人珍重，有緣再會，拜拜。